大家好，又係我青怡花園李家國 Jenny 啊！今日同大家去睇一個青怡花園嘅兩房單位，我哋一齊上去望一望下先啦。青怡花園就由長實發展，有1520伙，主要嘅戶型係由兩房同三房單位組成，只需要8分鐘就可以搭呢一個機鐵啦。亦都樓下有一間世德小學，隔籬仲有一個青衣街市喺度，無論你要買濕貨、雜貨或者乾貨，呢度都幫到你。青怡花園隔籬咧就有一個大型嘅巴士總站，屋苑門前就有一架小巴，可以令到你直接落到荃灣。隔籬仲有一個青衣村商場喺度，生活配套都相當之齊全。樓下亦有大量唔同嘅補習社，有小朋友嘅你完全唔擔心佢哋嘅課外活動問題。啱先講個屋苑都講咗咁耐啦，今日我哋上嚟睇一個7座高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343尺嘅兩房。單位眼鏡房減少咗走廊嘅位置，景觀相當之開揚。望翻我哋嘅市鎮公園景，廚房四正又實用，呢邊可以擺放洗衣機同雪櫃，外仲整做咗個玻璃趟門，手間亦都相當之新淨，有浴室寶，亦都整咗一個大嘅收納櫃。主人房可以擺張4尺床，再有個凹位整做個大衣櫃，兩個房間都可以望到海景。細房業主整做咗一個 L 型嘅吊櫃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隨時聯絡我，再發大量嘅資訊俾你。拜拜。